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9月11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一聊教师这个行业。昨天咱们聊了铁饭碗，教师编制现在也不牢靠了，已经出现瓦解这个迹象。全国各地都在对老师这个编制在进行优化吧，铁饭碗也不铁了。今天财经网它一篇报道叫压抑的教师。他说研究显示中国大中小幼教师群体心理健康问题检出率达16%，近20年来呈恶化趋势，强迫症尤其多。他们如何培育一代健康的灵魂？什么意思呢？也就是你看大中小幼这个教师群体里面检出有心理健康问题的达到了16%。100个人里面就有16个老师心理健康有问题，而且这20年来呈恶化趋势。那这些人如何培育一代健康的灵魂？细思恐极也是老师自己心理有问题，你说他能教出什么好学生？财经网说他说在县城公立高中从教4年，云南昆明的陈军长胖44斤，确诊重度焦虑、中度抑郁。这是为什么呢？说入职后的第2个学期，为提高学生成绩，他所在的县中开始推行衡水化教育。作为语文老师，不论前一天晚上是否有值日看学生晚睡的任务，每天早上他都需要在7点前到校督促学生早读，意外迟到10几分钟，习惯踩点到课时都会让他受到领导的训斥。说闹钟已经是非常明显的7、8个亮点了，但我总是不放心，一响起来我就把眼睛睁开再检查一下。出于对迟到的恐惧最严重的时候，每隔1个小时陈军就会从睡梦中突然惊醒。除此之外，他经常无缘由的伤心流泪，出现盗汗、心脏刺痛症状，白天走在街上还会感到莫名的恐慌害怕。实际上这个就已经是有问题了陈军意识到自己心理健康出了问题，就医后服药，副作用使他变得嗜睡呆滞，无法正常工作生活。他停了药，再未尝试新的治疗。为什么呢？说每月3、4千元的工资也并不足以支撑他尝试心理咨询帮助。这种心理咨询那是要自费的，肯定不在医保之内，那如何负担得起？而陈军的故事不是个例，说近期发表了一份涵盖55万大中小幼教师样本研究显示，2000年到2022年，中国教师群体心理健康问题总检出率达到了16%。检出率位居前3位的心理健康问题，依次是强迫、抑郁、焦虑。强迫是20.5%，抑郁是18.8%，焦虑是16.1%。多项相关大规模研究中心可侧面反映出，相比其他职业群体，教师这一职业患常见心理健康问题，如精神障碍的风险相对较高。如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21到2022显示，在不同职业人群中，抑郁风险检出率数据中，公司职员的抑郁风险检出率是12.8%，公务员是9.5%，企业工人为7%，这老师居然是16%，最高。拧螺丝的反而这个检出率比较低，当然公务员的就也很低只有9.5%。近年心理健康问题在全球范围引起广泛关注，但作为人类灵魂工程师的教师，他们的心理健康却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前述研究牵头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心理研究所所长郁国良关注国内教师心理健康问题已有20余年。他表示，这个问题不仅关乎教师自身，更会影响教育改革成败，并对青少年健康成长产生深远影响。那当然影响下一代了。你能想象你的班主任是个对吧？这重度抑郁症患者吗？那么这些老师的压力从哪儿来的？这个新教育研究院院长、中国教育30人论坛成员李振西曾在2021年针对中小学教师的负担问题进行问卷调查，共计收到调查样本6653份，覆盖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调查发现，双减给教师工作带来的变化最多的是工作时间延长，影响个人生活，工作压力增大，职业幸福感降低等。我记得咱们是2021年开始搞双减吧，双减给老师带来了更大的压力。李振西指出双减之下，学生在校时间变长，
教师增负，家校沟通的时间也因教师负担过重而大幅减少。曾在上海一所小学任教17年的方杰告诉财新，实际上近几年来，为了达到学生不带作业回家的要求，教师常常需要在午饭后下课时间盯着学生完成作业。在方杰看来，减负政策并不能真正达到效果，而考题要求、教材标准的变化导致了增负。就表面上看是在减负，你给学生减负了，实际上老师负担大大增加。但是现在推出的新教材难度在增加，相关的教学工作作业肯定要增加，教材难度、考题难度增加，负担怎么可能会降下来？常年在山东某县带初3毕业班的王怡对于教学的难度变化也深有同感。他指出，之前语文课程标准要求是掌握基础知识，而新课标则更考验学生的思维能力。大城市孩子可能很好理解，但在我们县城要想针对课标去教改就很困难，老师不太行，学生也有点吃力。说即使在寒暑假，教师也未必能得到彻底的放松休息。在宁夏银川一所私立初中任教的张丽向财新展示了他今年的暑假作业。学校以身心调整、反思与提升，布置了听课、观影、读书、练字、写作和备课多项任务。教师需要每天读书打卡，开学上交影评和教学文章。到了8月，年级组便要开始教研工作。老师暑假居然还要打卡，这算不算形式主义呢？随着学段升高，教育压力逐步增大。据郁国良和团队研究，教师心理健康问题检出率随学段升高呈上升趋势，并在中学阶段达到顶峰。这或是由于中学教师除了要完成授课、考核等超负荷工作任务外，还长期承受升学率、学生管理、家长期望、社会评价等多重精神压力。负责学生管理的班主任往往承受着更大的压力。河南郑州的李倩是一名高中体育老师，因为年轻，她被安排在国际班担任班主任。即使学生少，教学相对轻松，她仍然因班级管理工作患上抑郁症状。班里所有的孩子你都要管，没有下班的界限，没有松懈的时候，这是一种怎样的压力？自从有学生打闹受伤之后，王姨所在的县中便严加看管，规定学生早上要背书跑操，吃饭时不能聊天，放学要分男女2队排队走路。这意味着教师需要在课间10分钟、饭点和放学后时间里分担额外的监管任务。学生紧绷着，老师也紧绷着，没有往外发泄情绪的机会，只能内部消化。王姨告诉财新他说上课时学生眼神呆滞，缺乏求知欲，而他自己也在校园中感到压抑。只要踏进学校大门，我就是不想活的状态。怕进教室，怕上。除了日常对学生的责任响应，家校沟通中种种矛盾也令教师感到疲惫。在陈军看来许多学生的抑郁问题是学校高压管理和家长缺乏关心的体现。即使有意对特殊的学生多加关心，陈军也感到力量单薄。他尝试与家长沟通，但结果却不尽如人意。我委婉地说你们是不是需要给孩子更多的关心？但家长就是觉得我已经很累了，我没有那么多精力再去关心他。这个我在以前节目里经常说好多小孩实际上咱们很多学生也是面临着心理健康问题，也就是抑郁。但是我们很多家长，尤其是农村的家长，他们本来打工就很累，而且他们对这些知识也缺乏。他们看到自己孩子反常的时候他不觉得孩子恐怕是心理问题，他总觉得孩子不听话、矫情，对吧？我在外面打工这么累，赚钱给你上学，你还这样，你对得起谁，对吧？你看隔壁那谁谁谁家孩子多乖。家长他不觉得孩子恐怕是心理出了问题。这个确实尤其是农村的，他不知道抑郁症是什么意思。城里面恐怕稍微好点。所以当老师把学生这些问题反映给家长，家长无动于衷，反过来增加老师的压力，老师又紧张。说方杰曾在晚上漏接一位家长的电话，因时间已晚，他没有回拨。第二天他主动询问学生，学生告诉他并不清楚具体事宜，他判断问题不大，便不在意。隔了半学期之久，他再次跟这位家长联系，提出有问题早联系早解决。家长却以此事质问他为何当夜没有回拨电话。这句话把我说懵了，我想我确实没有打过去问他，然后这个家长就在心里面记了那么久。方杰向财新强调换位思考，他能理解家长的行为，但他更在意
校长面对纠纷的逃避态度。他指出，教师往往更在意学校领导能否尽到保护教师的义务。校长如果爱护老师，他会帮你推掉杂事，处理纠纷，教师就会觉得自己的心是很稳的，有依靠。但我们的校长就是遇事会缩在后面的人。强迫症高发，郁国良和团队发现，相比其他区域，在人口大省、教育竞争激烈的中部地区，就比如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教师出现更多的心理健康问题。第一天进去我就后悔了。本科师范毕业后，袁磊在湖北黄石一所乡镇小学任教数学老师。作为新人，他本期待得到指导意见，但在试课时，校长觉得他讲得差，没有听完便甩手离去。在日常教学中，他也曾因学生成绩不好，会在开会时被领导指着鼻子骂。缺乏学校足够支持的他，面对学生也少有耐心。学生写错计算题，袁磊就打他们的手心。这一招也是从自己的中学老师那里学来的。职业体验不被尊重，学校条件艰苦难以忍受。任教第2年，袁磊即提出辞职。尽管当地以行政手段限制教师流失，他辗转3所小学，提出辞职2次之后，仍在2023年辞编也就是编制都不要了，前往深圳工作。袁磊用红笔在教师资格证内页写上“钱多事少离家近”的字样，坦言辞编后空气都是甜的。郁国良指出研究结果显示，教师强迫问题是6类心理健康中唯一一个检出率超过20%的指标。这一发现凸显了教师这一职业连特殊性过高的要求和较低的容错率，难免会使教师过于苛责。出现反复检查文稿、教案等强迫行为，甚至扩散至生活工作的其他方面。从教育工作本身来看，教育股需要老师成为完美主义者，而对他人的完美主义倾向致使教师成为强迫问题的易感人群。武汉大学社会学教授杨华长期关注县域教育问题，他指出在县中衰落的形势下，全省初中生、小学生家庭都为进超级中学做准备，教育竞争的学段不断下移，全民的教育焦虑便会越加严重。当然了，教师还有比如说身兼数职，就是很多教师他不光是教学工作，他还有很多什么学习心得体会一大堆的然后学校里面还有一些什么工作汇报，对吧？各种临时抓差恐怕都要分配给一些年轻的或者资历比较浅的老师，就要身兼数职，就要做很多教学之外的原本不该他做的事情。2023年11月，郑州一刚参加工作不到3个月的年轻教师跳楼自杀。据媒体报道，该教师姐姐称，入职后妹妹多次和家人提及，学校给任职教师安排大量教学之外的任务，时有周末加班、开会等，也曾当着学生的面被领导批评。这一悲剧引起了教师群体的广泛共鸣，身兼数职已成为不少教师的工作常态。例如，副科老师兼任德育主任、班主任，副科老师兼任心理老师，心理老师兼任德育行政主任等。这些在农村比较普遍，尤其在过去，对吧？条件差的时候，首先老师不像现在现在老师都是什么大学毕业，或者都是什么有编制过去老师还要叫代课老师的，本身没有什么师范类的什么这个教育经历。网上有个梗说你的数学是体育老师教的，但是在20年前这根本就不是梗。在农村地区这个数学老师不仅要教体育，还有可能兼任历史老师，甚至有的语文老师兼任音乐老师，再兼任地理老师，这个比比皆是那老师的另外压力来自哪里呢？就是铁饭碗不在，也就是他这份工作也不保险。在传统观念中，教师一直是稳定的铁饭碗之选。不过在城市化、少子化浪潮冲击下，这一职业吸引点或难以维持。
据东北师范大学课题组，少子化最典型的东北3省，部分县已超过10年未招聘新教师，部分县每年仅招聘极为少量的教师。在1、2线城市，教师编制结构性问题愈发突出。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公办中小学正通过招聘非编教师补充师资力量；另一方面，不少地区打破一聘定终身，引入教师退出机制，构建灵活用人机制。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陈先哲曾在接受财经采访时表示，在少子化的浪潮下，学校对老师数量需求会下降，未来各地在教师编制上的改革与调整将会越来越多。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事。2021年，方杰被查出甲状腺出现恶性肿瘤，在医院手术后一直定期去医院接受检查和治疗。2023年6月，合同到期，学校要求与他解除聘用关系。在此之前，他已经在这所小学任教17年，教了17年书，因为他没有编制他就是聘用制的，教了17年，结果2023年合同到期，不再续了。像他一样患有甲状腺疾病的情况，在教师这一行业中并不少见。数位教师告诉财新，甲状腺结节、乳腺结节等受情绪压力影响较大的疾病是教师常见职业病。在教师社区中流传的职业经验帖中，老教师给新教师最常见的教诲便是不内耗，心态放平。职业稳定性逐渐松动，就是铁饭碗不再铁了。高负荷工作背后的薪酬激励亦不尽人意，也就是待遇还不怎么样。数位受访教师对财新表示，他们认为自己并未得到应有的工资待遇，还有教师遇到了拖欠的情况。现在2024年都过去一半了，我们的工资是去年下半年都没有结完。山东一所县中教师王怡告诉财新，在被拖欠了10个月工资、1年半社保以后，他选择了辞职，他的很多同事相继离开。你看，拖欠工资一拖都拖10个月，就是老师就很多地方这个财政相当的困难，事多钱少，工资还拖欠。当然这个都说的没有编制的这些老师那他压力就很大。郁国良和团队发现，1998年到2020年间，教师各类心理健康问题在2014年到2017年出现明显下降。他们分析，这可能得益于2014年是教师教育工作改革年，一系列有关教师教育政策出台，使得教师管理和运行体制得到保障。但改善趋势未能保持，2017年到2020年，教师的心理健康问题上升，其中受新冠疫情这一重大公共事件影响，各类心理健康问题几乎都达到峰值。今年是全国第40个教师节，也就是昨天呢，教育部印发通知，指出将优化会师政策，全面减轻教师负担，提高教师政治地位、社会地位、职业地位，多举措并行，以吸引更多优秀人才热心从教、长期从教。在教师待遇方面，教育部将继续巩固义务教育教师水平平均工资收入不低于当地公务员平均工资收入水平成果，就是老师的这个平均收入跟公务员的平均收入是一样的。加强乡村教师住房等待遇保障。针对身心健康问题，将落实定期安排教师进行休养的法律规定，坚决打击造谣和污名化教师行为，依法维护教师权益。实际上这个财新网关于压抑的教师这个报道是应教师节，对吧？这个反映老师这个行业当前面临的问题。实际上相比较而言，老师这个行业面临的压抑困难不算厉害的。不管怎么说，对吧？老师有几个好处。第一个，虽然说铁饭碗有松动，但它毕竟还是铁饭碗。它松动，它并没有现在就垮掉了，只是，对吧？现在正在松动，这是第一个那相比较，那很多在民营企业里面的有今天没明天的，对吧？今天在上班，明天去了通知你回去吧，哪个稳定？这第一个第二个，这教师的收入虽然不算太高但是也分情况。发达省份好的学校，那老师一年，对吧？有个10几万收入也稀松平常，甚至多到20万。当然跟着学校也有关系嘛。大部分教师的收入恐怕不是很高，欠发达地区，对吧？有些农村或者乡镇或者县城的老师，他收入不太高，但是
老师的退休金比普通的要高，这个是不争的事实。也就是说啊，你那个地方老师恐怕发的工资比公务员要低，就平均的啊，赶不上公务员。但是你退休了之后啊，发现老师的那个退休金比那个有编制那个公务员恐怕还要高。这很多地方都是这个现象，因为老师叫技术，你只要有职称，对吧？你退休的时候，你什么高级教师什么，只要你职称达到了，那你那个退休金还是比较高的。哎，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打破脑袋还要去当老师啊。如果他没好处，你说谁愿意去当老师啊？既然都是压抑，对吧？都是那种去了会得各种职业病，担子重，工资低，谁去呢？这个第一财经日报报道啊，他说我国超70万中小学教师有研究生学历，越来越多的博士到中小学当老师。麦克斯近日发布报告指出，中小学教育作为教育体系的基石，对于培养下一代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近年来，我国中小学教师队伍存在明显的学历上移现象。整体来看，具有研究生学历的中小学教师超过70万人。具体的分布啊，是在小学教育的专任教师中，具有博士研究生的278人，全国啊教小学的专任老师。研究生是163288人。那初中呢？专任教师中有博士研究生学历的是1115人，有硕士研究生学历的23万人，而高中呢，只有博士研究生学历的达到了2941人，具有硕士学历的30.7万人，也就是小学、中学、高中3个阶段，研究生以上学历的老师是70多万呢，什么概念？也就是老师这个待遇不好的话，老师这个压力大，收入少，那怎么会有这么多人高学历的打破脑袋去当小学老师呢？所以啊，相比较其他行业，老师压力是大，但是啊，也没有大到哪里去。所以觉得压力大的老师啊，还是应该到医院去查一查。如果本身就有抑郁症，对吧？那就要正规治疗啊。你不当老师，你换个行业，那压力更大，对吧？那病情更严重。但是我们也不能排除啊，当前这个教育制度下，这种学校的管理制度下，老师他也承担了一些他本不该承担的压力。哎，这个对吧？大家也能理解。你比如说吧，家长把孩子交到学校，他总认为教育孩子是学校的事，孩子学习不好，那也是你学校没教好。哎，很多家长这么认为啊，我交了钱，孩子在学校出了事，那是你学校的问题。老师的压力大，但是老师有没有管孩子的手段，对吧？现在的小孩不能打，不能骂，不要说打了啊，连骂都不容许，罚站什么，对吧？对他进行这个特别教育，这都不行。一旦家长知道，家长一定会不依不饶。这还在校园内，有的时候孩子在校园外出了问题，你比如霸凌，在校园外啊，那家长还得怪学校，学校就得怪老师、班主任，你怎么没有发现？所以说啊，班主任还有这个老师，他也承担了很多他本不该他承担的压力。家长希望老师能管孩子，提高孩子成绩，但是，对吧？这个老师权力有限，有的孩子你靠你怎么正向教育没有用啊，打一顿就好了。像新加坡那个鞭刑，所以说啊，老师确实也面临了很多不该他承担的压力。那剩下的就是共性问题，就是我们各行各业压力都大。严格意义上啊，就没有哪个行业说压力不大的。这是主要原因，就第一个是下行，只要经济往下走，不管你这个国家多富裕，经济多发达，只要是往下走都受不了。我们能够适应这种爬坡往上走，走得慢一点都可以，但是你只要往下走，痛苦随之而来。那我们现在就是这么个情况，对吧？整个经济感觉是在萎缩，在往下，各行各业所有人都不爽，对吧？因为我们每个人背的指标都是往上涨的，从来没一个人说给你列的指标说啊，你今年啊比去年少赚10%就行了，都是说你要比去年增加5%、3%、8%，都是要涨。但宏观环境是在萎缩，你说怎么办？这是第一个啊。所以说普遍的大家压力都大，没有人说我们没有压力，我们压力很小。这是例外，对吧？这是极少一部分人，而且是压力还没有传到你这儿，在路上。所以第一个是经济下行导致的压力大，第二个呢，分配不公，就是蛋糕在缩小的时候，大头它的份额不能缩小，它还要增长，对吧？大头它有权利，它有资源，它掌握了一切，它蛋糕是由它来分，整个蛋糕在萎缩，它那边还要增加，那就是个人，对吧？私人，那你只能更少，你的压力就来了，你的按揭贷款，对吧？你孩子上学，父母看病，这些收入、这些开支都不能减，但是你的收入在下降，你的压力能不大吗？
这个蛋糕的缩小的时候，如果大头主动的放弃一些，确保这个私人部门、个人这一块没有明显的下降，那大家可能压力要小一点，那就需要大头这边要勒紧裤腰带，过紧日子，过苦日子，不要浪费，对吧？不要做无效投资啊，不要再修老干部疗养中心，不要再去搞什么仿生椰子树，但这个很难呢。如果不搞仿生椰子树，不修老干部疗养中心，那婆罗门收入怎么保证呢？他们也要增长啊，对吧？他们去年挣了5000万，今年要挣7000万，就是谁都受不了说去年挣5000万，今年赚4000万，他就受不了了，少了，都一样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啊，这个 GDP 对吧，还在5%的速度增长，这都是非常可喜的，而且在全世界都不差。但是韭菜压力越来越大，不论是教师还是公务员，对公务员压力也很大呀。有很多人有误解啊，总觉得公务员好像无所事事，很快活，那都是个别地区个别现象。总体上啊，公务员压力是最大的，也不是说最大啊，就是非常大，是非常憋屈的，心理扭曲啊，就跟老师是一样的。老师你看20%的有问题吧，心理有问题，公务员也一样啊。你想你在那个岗位干了18年，得不到升迁，好多比你来得晚的都已经是你领导了，他的心态真能摆得那么正吗？极度压抑，还得伪装，实际上他已经早就扭曲了。你说升吧，那越往上，对吧？这职位这个职位越少啊，不是每个人都能升得上去的，只能是出类拔萃的，对吧？才能升得上去。不能都像胡一静老师那样。你要说啊，现在没有压力的，就是胡一静老师这样的，退休了，完了退休金还不低，还有很多其他的这个收入，所以理论上啊，胡一静老师没有什么压力，过得最快乐。但是胡一静老师到底快乐不快乐，这个也不一定。就是我们外界认为啊，他应该快乐，实际上胡一静老师不一定快乐。为什么呢？因为他总觉得自己还可以再发光发热，还可以在某些岗位上面，对吧？结果他没有了，没有机会。对他来说，这也是一种遗憾，也是一种不甘心呐。过早的离开了舞台的中央，过早的离开了权力中心，人走茶凉。过早的由胡总变成了老胡，对吧？这个心理落差一般人也很难体会到，因为你没干过，没办法共情。所以说啊，这个社会啊，每个人压力都会大，只要是他在走下坡路萎缩，对吧？假设吧，以腾讯为例吧，腾讯待遇不错吧，大厂，对吧？很多人梦寐以求的要进去，确实是的。但是一旦腾讯的收入在下降的时候，他就开始折腾了。首先人员要优化，每个人要背 KPI， 对吧？末位淘汰等等。所以你即便在腾讯，你也会感受到压力，你也会精神紧张。但在外界看来，腾讯根本没必要啊，你那么有钱，对吧？账上还那么多现金趴着的，何必这么折腾呢？那不行，他的盈利能力下降的时候，他就必须要给投资者、给资本市场一个解释，我如何应对，我怎么能保证我明年是在增长？当他没有故事可讲的时候，减员增效，对吧？开源节流，那就成了必选。连苹果这样的公司，对吧？都卷起来了，对吧？都要讲性价比了。对吧？一旦他要讲性价比，他的每个员工的 KPI， 对吧？就得增加，考核的压力就大了。何况咱们这个地方，所以说啊，这个一方面教师的压力大，这是事实，但是相比较其他行业，教师的压力不算最大，大家都大，对吧？教师好歹还有寒暑假，一年有100多天的假。好，这期节目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